着用228备忘节取代清明。公元1947年2月27日，因为私粉事件引爆全台湾的起义抗争活动。后来蒋介石派中国兵来台湾镇压，造成228大屠杀。真侪台湾人伫军队镇压和事后政治清算之下，到今犹找无尸体，会使讲是台湾民族近代的大悲剧。咱建议，毋若单纯甲228定做纪念日尔，嘛得予伊民俗化，取代清明节，称做228备忘节。清明节源自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汉实节。中国民间故事相传，晋国晋文公还在流亡的时阵，有一站无物件通食。迄阵，伊的下骹手人介子推就割家己一块大腿肉，互晋文公食。当晋文公结束流亡，回去晋国做王真久了，才想到即件代志。晋文公要找介子推，通甲报答即件事。毋过，介子推已经离开，去住伫深山林内。深山林内真阔，真恶找人。就有人建议放火烧山，安尼就会使逼介子推走出来。结局火一放，煞甲介子推含因老母烧死伫柳树骹。后来晋文公为着悼念介子推，就甲介子推做起迄天定做汉实节，规定迄天爱备忘，袂使起火煮食，敢若会使食冷的物件。清明节原底是汉字文化库内底的古早民俗文化，到今煞变做中国汉人文化的象征。伫越南，因古早嘛有清明备忘的风俗，毋过20世纪以后，因豆豆消退。目前伫越南主要简单华人才保留清明备忘的风俗尔，大多数越南人已经无得过啊。认真讲，早前台湾人备忘的时机，无一定是伫清明。伫台湾4月初5封定做国定假日，是中国国民党为着纪念因的总裁兼独裁者蒋介石伫1975年4月初5过身，才甲这个日子定做清明节国定假日。认真讲，古早台湾各地备忘的时间无一致。像讲笔者住高雄，到今还真侪庄头的人，拢伫新正初二的时去备忘。所摆，咱若甲每年2月28定做台湾民族备忘节，安尼会较符合台湾的历史和文化。咱伫228迄天用鳶鱼糜、鳶鱼丝、228润果取代润饼，互伊成做台湾的新民俗文化。可能有人会问讲，为什么要食鳶鱼糜、鳶鱼丝、228润果？原来228受难者李瑞汉律师林连宗国代，因互国民党走到掠去进前，拄好伫厝内食鳶鱼糜。因为因互掠去了，就安尼失踪。因的家属为着悼念因，每年3月初10。受难者互掠去迄日，拢会食鳶鱼糜，纪念因的亲人。这个故事，互真侪台湾人感动着。所摆请10当前开始，由台湾罗马字协会、台湾教师联盟、府城旧册店、李文正议员、台湾南社等社团，当年228的时阵，拢伫台南办念歌诗。食鳶鱼糜，悼念228台湾英灵的新民俗活动。这个活动今年嘛会搁办，毋望大家来响应。